新闻的头一条发生伫台北市的西门町，今年的1月，有一个32岁男子骑车摔倒，警方到场有闻到酒味，就甲做酒精的检测，但是无感应。不过第一时间，救护人员甲问讲是毋是有啉酒，当事人是点头。警方全甲带转去派出所，但是想袂到后续送病院，竟然是中风脑出血，紧急做手术救回一条命。家属是来指控着警方延误送病院，提出着告诉。万华分局早起开记者会来回应。男子奥多摆骑到一半，后一秒雄雄倒伫咧路边，佮一直吐。民众看到这个状况，紧到3更报警。穿朴色衫的男子表情喜剧，平伫咧变电箱，反应明显慢吞。喝酒麻烦有喝酒，15分钟，超过15分钟了吗？距离你饮酒结束超过15分钟了吗？看男子无对答，身躯顶佮敢若有臭酒味，救护人员也进行初步检测的评估。都正常，然后但是就是送了医生。在场的家属同意无要送病院，想袂到经过2点钟的笔录，查甫人状况所变危急，险啊无命。当时杜姓男子就是吃完饭骑车回家，疑似身体不适倒在西宁南路上。当时警方获报到场，问他有没有喝酒，疑似有点头，才被警方认为他有酒驾。代志就发生伫今年1月中，当时32岁男子倒伫路边，警方伫下晡点外接到通报。疑似闻到臭酒味，初步进行酒精的检测后，伫2点17甲伊带登来派出所，其中进行3解酒测，也毋过拢无反应。院警问伊6摆敢要送病院，4点外到病院时已经重度的脑出血。家属指控院警延误送病院，才留病危。他才不断的央求警方呢才打119呢，去将他先生送医是有蹊跷，且为顾及这个当事人的权益，遂于16时7分许主动致电119。万华分局表示，已经甲相关人员记申解，是讲家属指控翁婿伫派出所时状况明显有异常，警方所拖2点证据，若真正出人命，是送袂来负责，也可能要甲警察告过失伤害，用司法讨公道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